教練好辛苦啊，我唔得啦，我聽日仲要翻工，企足全日㗎，我淨係想上面大隻，下邊唔使㗎啦，我可唔可以唔操腳啊？你收皮啦，要大隻一定要操腳啊！邊個話要大隻一定要操腳㗎？我話唔使。熱狗王話嘅。如果你想要胸肌練腿，如果你想要手臂練腿，咁啊點啊？我話唔使，想邊度大咪練邊度咯，就係咁簡單。你吔招啦！招咧？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漢堡 Talk Show。開始之前咧，大家記得先訂閱咗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先，我哋會 keep 住每個星期咧都會有新片上載嘅。另外，我哋會將唔同片嘅絕密收錄同額外分享咧放喺會員頻道，所以如果想睇嘅朋友仔咧，記得加入我哋 KOF Gym YouTube 嘅會員啦。隔離呢個 QR Code 咧就可以登記㗎啦。今日呢個開場咧，在座咁多位都一定覺得我係搏屌㗎啦。但係咧，我想表達嘅係，如果你係天然健身，又唔係想玩健美比賽，淨係想操大你個上半身大隻到晾得起件衫，你可能咧真係唔應該練咁多腳嘅。又或者咧腳嘅訓練量咧減到啱啱好就算啦。係，我知你而家咧已經想撳 dislike 㗎啦。仆街誤人子弟教人 skip 力啲。冷靜，呢集咧唔係鼓吹香雞腳，而係想講下資源分配啊、時間恢復同埋你真正嘅目標。我呢條片嘅建議咧係俾緊3類人：第一，天然冇用藥，冇開外掛；第二，唔係想上台比賽嘅健美選手，唔需要極致對稱；第三，日常返工返學攰到撲街啊，瞓到唔夠，壓力又唔細。如果你係呢幾種人咧，你每個禮拜咧嘅恢復資本係有限嘅，你決定咗咧用喺呢一邊，就會有機會犧牲咗另外一邊。操腳尤其係深蹲、硬拉、leg press 係全身消耗最大嘅項目之一，動用同刺激到嘅肌肉量佔比都好大，做到你氣都喘晒，酸痛又相對上更加明顯。你操完腳第二日操上身嘅時候，追上肩唔係冇力咁簡單，而係熱身已經覺得好重，每組嘅訓練速度咧慢咗，下數就跌咗，休息時間仲要拉長先頂得到，到最後結果咧就係上身嘅有效訓練量少咗，質素差咗。你唔係唔夠努力啊，係你回復唔切咋。好多人話操腳咧可以令到睾酮飆升，跟住上身先會大得快。但事實係睇咗好多研究啊，都只係話運動後咧會短時間荷爾蒙激素急升，但係同長期肌肥大嘅關係咧就好薄弱喎，甚至係冇乜研究話有直接關聯。換句話講，你操腳嗰陣咧係有令到血入邊嘅數值提升一陣，但升完之後咧好快又跌翻落嚟，咁啊真係對你想練大對手嚟講係冇乜實際作用。我哋健身界啊，好多時候識得同人哋講減脂係唔可以局部減嘅，但係去到肌肉層面咧，你又偷換概念喎。增肌根本就係可以局部增肌，你想邊度大就操爆邊度，之後等佢回復，就係咁簡單。你有冇見過啲人唔推胸，淨係日日操手個胸會大啊？梗係唔會啦，佢都冇練過個胸。我用一個例子講啊，你嘅恢復力咧就好似手機電量，上身一日用30%，下身一日咧就用60%。你同一個星期又想個上身谷到行，又想高強度高容量咁玩腳，最後個電量咪收皮咯。而且咧仲要有即時嘅影響效果啊！有研究對比咧，先深蹲後臥推同先臥推後深蹲咧，結果係會先做深蹲係會令到之後臥推嘅表現變差。相反，先臥推之後深蹲咧，影響咧係冇咁明顯嘅。簡單嚟講啊，腳嘅疲勞咧係更加容易拖累上身嘅能量嘅。然後年齡都係一個問題，20幾歲咧係一個亂咁嚟都回復得切嘅黃金時期，但係去到30歲以上，尤其係35歲左右咧，你會開始 feel 到同樣嘅訓練量，你嘅肌肉酸痛會耐咗，關節嘅耐力咧會更加容易消耗，瞓少一晚啊，成個星期都謝晒皮。研究亦都見到中年組做完一個高訓練量嘅深蹲刺激之後咧，力量同爆發力嘅下降幅度啊，可以比年輕人更加大，恢復時間係更加長嘅。再加上男性睾酮平均會隨年齡慢慢下落，尤其係游離嗰部分跌得更加快嘅。你嘅恢復資本咧通常係有減少冇增加嘅。當然生活習慣咧都影響好大嘅，但現實咧係去到呢個階段咧，你越想大隻咧越要識得取捨，唔係話咧腳完全唔使操。而係咧，你要明白你冇可能再乜都要晒㗎啦。你要上身進步得最好，就唔好再用一種好高疲勞、好高成本嘅方式去對待你嘅腳嘅訓練。講到最後，我都要講翻清楚，免得又俾人剪一段出嚟話標格教人 skip 力掉。我唔係話練腳唔重要，我係話咧練腳咧係唔需要被神化嘅。感謝主啊！由健康角度出發，
腳部嘅訓練咧依然重要，因為下肢力量、活動能力、關節穩定、長遠老化風險管理，全部都同腳有關。所以真正成熟嘅做法唔係極端咁樣崇拜粗腳，亦都唔係完全忽略粗腳人，而係按目標咁去分配。你如果咧係比賽選手、力量項目、運動表現導向嘅人士，腳咧當然係要優先對待啦。但如果你係自然健身、非比賽人士，而你最想要嘅咧係上身大隻啲、視覺震撼感咧更加強，咁腳咧就應該係一個工具，唔係宗教。最終嘅答案得一句：按目標訓練，唔好俾文化綁架。你想上身爆，首先咧要將資源俾晒個上身，腳咧就用最少嘅成本去交呢個健康同功能嘅學費就夠㗎啦。嗱，如果你一路睇到而家咧，我好多謝你嘅耐心啦。其實你而家咧爆得慢咧，唔一定係你唔得。好多時咧，只係一開始冇人同你避開啲陷阱，白白錯過咗進步最快嗰段時間。所以如果你唔想再靠估咧，唔想再亂操又驚傷，我哋 KOF Gym 咧有個新手安全變強訓練計劃啊，專為想安全操大隻、一步一步變強嘅新手而設。如果咧想知道自己適唔適合咧，可以 DM 我哋 IG 或者 WhatsApp 5587059984810150啊。我哋有呢個諮詢服務同你預約傾清楚方向先。如果你覺得今集有用嘅話咧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Comment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啦。想睇咧更加深入或者絕文冇刪減嘅內容咧，可以加入我哋 YouTube 嘅會員。記住，操得耐唔等於操得啱，有方向咧先可以行得遠。我係 Burger，下集再見。